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芬。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先开始来看咱台湾今仔增加52992例本土病例，有151个人死亡，243人中重症。死亡的个案有一个是8个月大的查某阿婴仔，另外还有一个15岁确诊的查甫囡仔，伊伫病好了后转去学校，却雄雄昏去，救无回来。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我们昨天新确诊的病例数有52992位，有151例的死亡。新增的重症里面有124例是中症，119例是重症。今天是有一位8个月大的一位女童女婴，那这位小朋友她本身是有先天性的泌尿系统的疾病病程的这个诊断呢是有细菌以及新冠病毒2种这种原因的合并感染呢，然后并发有败血症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儿童的。重症新增的1例也死亡的个案，目前重症的累积是有36例。一个15岁的男性有接种过1剂的新冠的疫苗那本身也没有其他的慢性病史。在这个5月22号到29号这期间呢，都是用居家照护的方式在管理那5月30号的时候呢，他就是回到学校去不幸在这个班上的时候呢，突然就是有昏倒，急救无效而不幸过世。诊断为就是说是一个病毒性的心肌炎合并有急性的肺水肿以及心因性的休克那也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第2轮的快筛实名制今仔开始卖咯。另外6岁以下囡仔买当免费领5支的快筛试剂，这轮药局的配额本地1间配78份哦，即马增加到117份哦，所以今仔早起无出现排队的人潮。新冠本土疫情又原伫高原期。快筛使用需求增加，有民众看到疫情早起7点就来社区药局排队，想要到现场的人真少。甲第1轮快筛实名制排队成风比，会当讲是差天甲地。第1轮的时候7点来就很多人排到那个 7 那边了，今天都没有人来排啊。因为我太太现在工作上需要，他们每个礼拜还是要晒1次，然后礼拜1才能去上班。第2轮快筛实名制为6月7日起开始卖，民众只要摕健保卡还是居留证，都会当到全台4826间参与贩售的药局，甲79个偏乡卫生所来买。同款每一个人只限买1摆，每1份5支500块。另外，这摆也增加0到6岁儿童会当免费领快筛剂5支。药局快筛剂配额是为原本的78份增加到117份。今天第2轮开始，每个药局配额是增加到117份。那目前看来，就是今天比较早上比较没有排队的人潮，那相对民众到药局会相对可以直接买得到。药师提醒民众，不管是要买第2轮公费快筛剂，还是免费领幼儿快筛剂，拢要以身份证买所分流，单号135，双号246，礼拜2是全面拢会当买。另外，国小甲高中、甲5专前3年级的学生也会当每一个人免费领4支快筛剂。原则上，学生登去学校上实体课程都会当领。那已经毕业离开学校，也会当登去原校来领。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已经拖2冬外咯，咱国内计共有将近3000个人死亡，因为确诊的遗体敢爱伫24点钟内底火化，引起真侪议论。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只有要求24点钟内底爱通报，并无强制讲24点钟内底爱火化。也毋过国民党是批评指挥中心无负责任哦，要求讲应该赶紧来定出明确的办法，互家属佮民众业者依法来处理。那至于在处理是能够火化或者就是说也可以深埋。那火化叫做火化的一个程序，但深埋可能另外还要再来申请。所以并不是24小时内要处理尸体。是24小时要通报。6月7日才会会互外界对新冠肺炎确诊遗体敢是24点钟来火化争议不断。国民党团提出去年6月7日副指挥官陈宗干所讲的话。那在地方殡葬的管理机关的实务上呢，都还是依据24小时内火化。那也依照指挥中心的这个标准，
做双层丝带的这个装入。所有的殡葬处理的管理都是在内政部底下，那他自己都承认了，他自己也都了解了，地方上的处理就是24小时之内的火化。那今天陈时中为什么要推得一干二净？到底是指引无明确，也是殡葬业者有所误解？国民党批评指挥官陈时中提责任，对此民进党也提出相关公文证明，指挥中心无要求24点钟内要遗体火化。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通报时间一样24小时，尸体的处置是火化或报请地方主管机关核准后深埋，这边并没有24小时一定要火化。民进党团干事长陈文平强调，因为传染风险悬，殡葬业者认为放久也会有染病风险加费用的问题，所以但中间才会讲职务上是安尼运作，不过规范上确实无安尼。国民党团要求卫福部尽速定出明确规范，重新规定火化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高中以下学校，今仔开始会当登记学校上课咯，家长嘛会当去串接哦。另外，学校为着防疫，嘛调整课程，本学期的音乐课改做拍鼓。学校是表示讲，家长嘛是会当个继续帮囡仔清防疫假哦，请假是袂列做记录。囡仔春秋望体温，运动若正常就让入去学校。伫冷了2礼拜，经历过晚过上课了，实际登记学校上课第一天。2礼拜无看到同学有人正期待，也人会担心防疫的问题。来上课，你们早上有很早起床吗？有，因为我家住基隆，最近那个死亡症越来越多对，然后就是怕确诊，然后重症。前2礼拜伫咧出来上课的时阵，老师伫咧学校实行教课，甲伫咧出来囡仔互动。不过因为伫咧出来长时间接触3、4个产品，所以家长认为登去学校上课对囡仔较好。要家长提醒囡仔去学校上课，一定要注意防疫。因为一直待在家里，就是整天就是跟3C产品接触嘛，那也不太有机会在外面跑跑跳跳。餐前后要洗手，就是勤洗手啦。然后我们酒精也都是不离身这样子。台北市高中以下各级学校自初日开始恢复登去学校上课，学校也做好防疫的准备，所有课程拢有调整。譬如讲，为了要减少烫水烟的机会。所以音乐课是无上爱本的乐器，改做节奏乐器。课程上到就是只要是要脱口罩的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上，就是共同使用的球类就不用。大家国小的校长李宗辉讲，恢复上课第一天1/3以下囡仔请防疫假，伫咧厝内继续线顶上课。学校即马采取混合教学，若登去学校手就要先消毒，食饭爱用防疫假帮。家长若是还阁会担心，就当请防疫假未列出确实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中南部已经长一段，嘛进入高原期。台中市今仔开始针对168间24点钟服务的长照机构的病人，佮有工作人员要展开全面的体检哦。计共是有16000个人，高雄有14万的新长者，每一个人嘛发予因2支免费的快筛试剂。医护人员的动作小心佮细致，台中市府初6启动长照机构的体检，找20间病院去168间通过暝的长照机构，摕16000名的住户佮工作人员来体检。若准现场医师判定快筛阳性确诊，就会当提供治疗药啊。这些公费的试剂，就是对机构来讲，就是一个很有帮助的部分。因为其实有一些机构是真的很小心，就是让这些住民其实也不用就是有问题，然后一直要跑出去外面。那我觉得就是可进性又更好。台中市府表示，因为有真侪住伫长照机构的住民有慢性病，若准确诊拢是高风险族群，为着要互住民甲工作人员会当量早体检食药啊，避免伫机构内底群聚烧话。这礼拜开始连续7天会全面体检，经费台开始1000多万。邀请了20家左右的大型急救医院进到这168家，这个礼拜要去把它做完全面的普筛1.6万人。那这里面的住民，那如果有确诊，赶快把它捞出来，给他用药，给他治疗。高雄市府嘛针对心脏者分快筛，有民众8一透早就去三民社福中心伫柜台头前排队，要领2支快筛试剂。高雄市府统计，全市拢总有14万名心脏者，只要摕身心障碍者证明或者是身份证，就会当去18位的社福中心领免费的快筛试剂。
因为他们本身这个可能工作能力啦或有限这样子，但是这对他们来讲的话，也是一种福利啊。高雄市府表示，规台服务时间是拜一到拜五，透早9点到下晡5点。若准是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者，社会局嘛会甲身障团体合作，派人甲快筛试剂送到厝。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2岁后生恩恩确诊过身的恩恩爸爸，一直拢无法度摕到当初向新北市消防局报案的录音的档案。恩恩的爸爸接受广播访问的时阵嘛，讲新北市消防局目前互因的资料无够完整。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强调讲，已经要求消防局甲卫生局爱协助来还原迄天的状况，互家属了解真相。通联的录音档足超过1礼拜，新北市政府要是干那愿意提供拍做文字的内容，录音档无法度互家属早倒转去。为着追查真相，失去后生的林先生找来过一届上北，亲身去消防局听迄当阵报案的录音。因若进前，伊嘛有接受广播的访问，讲出伊的心声。只是列表告诉我几点几分他们做什么事，几点几分做什么事情。看到这个东西，当下蛮失望的，就是这好像是在教小学生的作业一样。你局处的东西时间列表你都没有统合在一起，然后就一张 A4 纸，然后告诉我你做这些事情。迄当阵求助81分钟，2岁查甫囡仔恩恩才送送去病院。恩恩因老爸表示，为政府遐摕到的资料内底，要欠消防局、卫生局，还有病院之间通话记录。目前消防局予伊的敢若有列表尔，无够详细。为着要理清到底是倒一个所在可能有灯打去，要是希望市府会当提供迄当阵各单位之间联络的记录。我们的卫生局跟消防局2位局长率同相关同仁，在恩恩爸爸来了以后，听完录音档案，所有的疑问，他都会一一的来做一个说明跟解释。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拢会照相关的规定全力来提供协助。嘛已经请卫生局长甲消防局长针对恩恩因老爸所有的疑问，一个一个来说明，甲代志发生的经过解说清楚，互家属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所以实行看诊的需求即马是真大。也毋过有议员就发现讲，对5月中到5月底，台北市联合病院的实行门诊有挂号，也毋过无上线去看病比例将近有3成。台北市联合病院表示讲，会来做调整哦，尽量毋通造成资源的浪费。他现在有什么症状？现在还在发烧。用手机的镜头视讯，详细问病人确诊了后身体的状况。为着予高风险的个案赶紧摕到口服药啊！指挥中心实行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的政策了后，诊所实行看病人数嘛得咧增加。当他做视讯看诊的时候，就是挂号的时候，就等同他当天来挂号。当天来挂号，我们看完就直接就通报，而且不是确诊者那时候要视讯看诊，因为他在居家隔离中他也没办法出来，之后的追踪都是用视讯看诊解决的。医师表示，目前诊所每一天差不多有2/3的患者，拢是以药用视讯予医生看。每一个患者问诊的时间差不多爱10分钟至20分钟不等，其实是真无用，嘛会长看病的时间。就伫咧视讯问诊需求大量增加的时阵，有议员所发现讲，从5月12至5月25，伫咧台北市联合病院14111个视讯挂号内底，就有4129个人有挂号煞无予医生看，比例要到3成。其中还有27个视讯问诊，所发现讲有人挂号，医生嘛准时出现，煞无半人来看病，至于讲是无采量的医疗资源。入口里面呢，它在对应后线的医师，所以呢，这个绝对不会有所谓的这个人力上的浪费啊，绝对不会有的。而且呢，这个使用量非常的大，它就线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而且呢，那个人力的调配。就是依据那个的量，随时可以增减。联合病院表示，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的政策宣布了后，头一天因视讯予医生看的都有600个人，第2天增加到900个人，第3天甲第4天视讯看病人数创下新高，拢有1100个人次。而且线顶视讯门诊甲过去实体门诊，由一个医师配一个护士的模式是无共款的。病院嘛拢会因应迄天的需求做相关的调整，绝对袂有透支医疗人力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斯洛伐克国会副议长劳伦契克将带团来台湾访问，今仔甲行政院长苏贞昌见面，议长表达对访问团的欢迎，嘛望讲两国会当加强合作。近的时候，迢迢千里这么远到我国来，展现
贵我两国之间彼此之间价值相同、理念相同，同时愿意彼此互相支持，表示最大的欢迎跟感谢。To stand side by side with democratic world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which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itizens of our both countries. 斯洛伐克访问团嘛表示讲，虽然台湾的距离是真远，也毋过双边的互动是愈来愈济哦。嘛，正感谢讲，伫疫情上严重的时阵，台湾捐予斯洛伐克几啊10万的喙罨，后来伊嘛送予台湾疫苗来表示感谢。总统蔡英文伫明仔载买来接见访问团。再来看台中的，因为台东的渔民有向国防部订正，讲台东的4月份到6月份，国防部伫海上试射炮弹，管制渔船出海，影响到因的生活。今仔国防部甲中科院嘛去台东向渔民来说明哦，强调讲明年开始会延到6月底到7月份，才会来试射飞弹。渔民是认为讲7月份到9月份较适当，嘛要求讲国防部经费的补助，应该嘛爱补助受到影响的渔民。海顶一只军方的手灵艇猛然的驶过来，叫台东的渔民都爱甲船驶走，因为有火炮的试射，互渔民是感觉真无奈，真无简单，才等着坐飞乌虎收倒转来，煞袂当掠，互因的生活是受到真大影响。这种情形伫台东已经有几啊10年，当年拢伫发生。今年渔民感受是特别深，因为一个月有半个月以上的时间袂当出海。经过民意代表甲渔会系统向国防部申请，国防部总算伫初6去台东听渔民的意见。越纯警打得越厉害，一个月打15天，怎么生活啊？你们要涉及要怎么样？是否可以延后到国历的7月份？以后，国防部答应讲，明年伫东部外海，国军将火炮的试射，袂伫掠鱼仔的大月，伫射击进前嘛会去渔会做说明。不过中科院表示，因为武器的研发无法度定出一个明确测试的时间。不过未来会甲渔会建立一个通报平台，管制若是解除，就会随做通知，互渔船会当出去掠鱼仔。我们从112年度，也就是明年度我们的实弹的射击，就会定在6月底到7月这段时间。我们建立这个管道以后，每次要做之前1-2天，我虽然框了，我到底做不做也有风险。我们会先跟各渔会在前2天就通知他。针对渔民因为国军的演习甲训练造成的损失，国防部表示，109年已经修改无人经费使用的规定，要来做赔偿。各乡镇市公所申请了后，要有30%报予渔会。不过渔会讲根本就无听过，要求国防部来修法，互受到影响的渔民会当直接受惠。记者综合报道。前一早5升雨落袂停，云林大溪沿海的养殖区传出大量的粉叶死亡。有养殖户是表示，因的损失超过5成。今仔早起，农委会水试所等真侪单位嘛去大溪实际来了解哦。养殖户是希望讲会当来争取损失的救助。养殖户甲蛤蟆鼓起来，大部分拢只剩壳领领。当地养殖户表示，受到5月连续几落天落雨，可能是海水变较正，蛤蟆受到环境剧烈变化才会死去，这损失超过5成。死超6-7成呀！即摆目前也咧大死啊，生嘛是也搁拄咧死啊。下雨哦，它 pH 值都会很容易升高的啊，里面的土壤的阿莫尼亚也会变得很容易升高的。然后你看这个土的，可能都是黑的，越黑就越不好的啦，越黑就越容易死啊。当地养殖户表示，最近要甲扩大水送去水试所检验，这水质拢无问题。不过经过大溪养殖权益促进会初步了解，伫咧大溪南3区、南4区就上100公顷的蛤蟆养殖田，这死亡率拢超过1半，灾情非常严重。星期6早起，农委会水试所的专家也去到现场会勘。细菌像弧菌类会暴增。然后让那个文革会产生病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是繁殖季节，然后因为盐度变化、环境的变化会使一些文革它会排精排卵，然后这些排精排卵会阻塞到那个文革的鳃部，然后使这个文革会死掉。
水检所研究监管表示，虽然5月下半个月累积雨量无算多，不过经过调查，大溪养殖咸海业者确实受到影响，平均损失达到60%。当地养殖户希望透过相关单位的认定，也爱政府来给因斗3工，提供损失的救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最近屏东的林管处甲警方严格来处理山鸟鼠哦，嘛查到2个嫌犯偷扯4栋的胭脂树。警方是认为讲，这2个山鸟鼠嘛应该毋是头一届犯案咯，会个继续来追查。警方出动吊车，把这超过4栋的珍贵胭脂树吊起来。这胭脂树本来生长伫屏东林管处辖区的国有林班地，顶月底说服江姓主嫌，甲另外一个嫌犯扑走。嫌犯为着要闪避着警方的追查，还佫卖互毋知影的木材行。警方带嫌犯到去现场，伊佫一度讲毋知影这是珍贵的国有林木。警方表示，林管处5月底通报了后，因就锁定这名主嫌。透过监视器嘛，找到伊销赃的木材行，还佫有这批胭脂树。后续会将伊可能违反着三拿法，还佫有窃盗等罪嫌，甲伊甲伊的同伴移送地检署。总共查扣4000公斤之柚木、椴木及相关赃证物。此案依涉嫌违反森林法及刑法窃盗罪，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这20-30年没有再种啦，所以这个柚木应该都是差不多40-50年以上的山上的环境啊，会产生一些破坏，或者是说产生一些那个土石流失啊，或那个崩塌的影响。屏东林管处表示，这批胭脂树已经有40档到50档的历史，非常的珍贵。你嫌犯一届扑走4栋这么多，嘛是基山站今年防扑走数量上侪一届。后续得爱开搁较侪心力，才会当互山林来恢复。嘛呼吁民众千万唔通违法。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个人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小人所发生枪杀案哦，总统拜登嘛呼吁讲爱合理来管制枪击。不过前2天拜6礼拜，美国又有8州发生枪杀案。初5拜6哦，伫田纳西州、有宾州的费城有3个人被枪杀，10外人受伤。伫田纳西州的南部城市查塔努加市中心的玛丽酒吧、甲航霸店附近发生枪击案，造成伤亡。死者内底有的是去互枪支弹死的，有的是去互车弄死的。警方表示，开枪的毋是一个人，而且犯案了后驶车离开现场的时阵，还佫去弄着人。At this time, we can confirm 14 gunshot victims and 3 victims that were struck by vehicles that were attempting to flee the scene. 最近查塔努加市是真无平静，一礼拜前才发生枪击案，有6个人受伤。市长凯利伊讲，伊是一个爱拍蜡的人，嘛是一个支持持有枪的人士。针对发生这个案件，伊表示会要求国会推动基本枪的管制，不过毋是甲枪拢没收，是建立强制各自调查的机制，禁止使用会当入真侪枪支的枪支壳啊。I think it's at the top of the list to address it to federal level as well. 就伫田纳西州的枪击案发生差不多2点钟进前，宾州费城的市区嘛发生枪击案，造成伤亡。警方表示，迄当阵警察当伫咧南街咧巡逻，听到几啊声枪声，而且看到几啊嫌犯向济民众开枪。警察嘛向其中一个敢若离9公尺远的嫌犯开枪。The officer drew his weapon and fired several times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unknown male. We believe striking him. The unknown male dropped his handgun on the sidewalk and ran southbound on 600 American Street. 故是这个拜6礼拜，美国有8州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5个人死亡，65个人受伤。根据非营利调查机构枪击暴力档案的资料，今年到6月初5为止，美国至少发生246件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这种暴力的行为问题是真严重，民众因为枪击案心情都还未恢复咧。新的案件所一直在发生，大部分美国的选民，包括下党派的人士，拢支持加强枪的管制。不过，国会内底的共和党人，甲一寡温和的民主党人，却是以宪法保障人权为理由，阻挡相关的修法。公司新闻吴明登报。再来看社会国家内吉利亚南部，昨有人伫身躯爆炸弹攻击教堂，造成至少50人死亡，有真侪人受伤。内吉利亚总统布哈里嘛谴责讲，这是非常恶质的杀人事件。因着教堂4个恁当行一连，涂骹拢是沙灰甲废粒，就知影迄当阵情形真混乱。奈及利亚当地时间礼拜，正拄是南部地区旺多州圣方济天主教堂早起伫咧祷告的时间，有几多位武装分子走入来攻击，造成至少50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几
根据警方掌握的消息，武装分子引爆炸弹，尾仔就向参加活动的人开枪，有几60个人当场死亡，其中也有真侪是囡仔。病院内面陪伴着真侪受伤的人加担心的家属，到即马也无任何组织这边承认犯案。奈及利亚总统哈布里严厉谴责这件杀人事件。高中方志果也发声明讲，正伫咧为受害者甲奈及利亚祈祷。目前武装分子攻击的动机甲详细伤亡人数，也搁等待警方调查。王多州的州长讲，会用一切资源调查，互凶手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国际上是真无平静哦，嘛是一个真严重死伤的新闻。在孟加拉南部吉大港的附近，有一间货柜仓库遭火灾，佮造成化学品爆炸。目前知影至少造成49个人死亡，有200多人受伤。6月初5是消防人员连续第2天伫咧火灾现场抢救，真侪内面装化学物质的货柜一直爆炸，军方也有派人来斗相共救灾，因为爆炸威力真大，附近建筑物的玻璃窗拢破去，死伤真严重。虽是暗时伫咧离港口城市吉大港40公里的斯塔昆达货柜设施导火，引发大爆炸。有医生讲，有一寡受伤的人情形真严重，死亡人数可能也会增加。受伤的人内面也有消防员甲警察。消防官员讲，初步怀疑是装过氧化氢，就是俗称双氧水容器爆炸，规个炭毁。一直到初5下昼，因为有装过氧化氢啊硫磺的容器爆炸，现场规个拢是有毒的烟，呼救援更加困难。国际劳工组织今年捌讲，孟加拉最近几60年来发展了真紧，真侪世界第2大升级出口国。不过伫工业安全的基础设施加监管机关的执行力，就敢若是拄开始同款。所以最近几年发生过几落件大型的火灾。去年7月时阵，首都打卡附近就发生一座食品加工厂大火，54个人死亡。2019年打卡古城区一间家庭式的化学仓库大火，至少70个人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英国庆祝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对初二开始连续4天拢有庆祝活动哦。礼拜日最后一天，身体无介好女王佮王室成员哦，有做伙出现伫北京汉宫的露台，接受民众的欢呼。女王嘛发表声明，表示讲谦卑佮感动哦，未来会佮继续打拼，为人民来服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伫咧北京汉宫的阳台出现，民众全部拢站起来欢呼。女王穿着日式的套装，伫咧查尔斯王储加大孙威廉王子、不系乔治小王子等王室的成员陪同下，伫北京汉宫的露台向民众握手致意。虽然即间出现几分钟啊尔，不过已经互现场的民众情绪真嗨。因为96岁女王最近脚无啥爽快，徛甲行拢无啥方便。尾仔女王也发声明讲，对民众热情响应被禁喜的庆祝活动，伊满怀谦卑，也深受感动。虽然可能无法度亲自参加每一场活动，不过伊的心一直甲大家做伙。伫咧厝内人的支持下，将会尽量为人民服务。Well, it was very exhilarating, a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Especially when we actually got to see the Queen come out on the balcony. That was just, everyone around me was crying, especially singing the anthem. 北京喜庆祝活动上尾天，现场真热闹。除了北京汉宫头前的演唱会，游行活动也互人看甲目睭花。英国王室黄金马车也出现，虽然女王无亲自坐伫内面，不过车顶有伊少年时阵的影像，向大家握手致意。游行队伍前后长3公里，象征着多元融合，充满着文化创新。参加游行的表演者有到6000多人。4天的北京喜庆祝活动，女王只敢公开出现过2遍，包括活动的第1天，女王加出来人伫咧北京汉宫的阳台接受大家的祝福。I think it's amazing for one person to reign for that long, and we never get to see it again in our lifetimes. I think the Queen has spent 70 years building a reputation as an individual. She's like internationally iconic, and it'll be very hard to replace that. 4条王室即位的哈利王子甲伊的看守梅根也返来英国，
参加白金禧庆祝活动。不过除了上马路大教堂的感恩礼拜，其他的庆祝活动2个人拢无公开出现。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咱来看国内新闻哦，伫宜兰县南方澳海底珊瑚礁顶头，最近是发现讲有露营用的钉仔，严重去破坏着海洋的生态。民众嘛伫网络铺文讲，望讲相关的单位使赶紧抓着凶手。县政府农业处是强调讲，珊瑚是保育类，伫野生动物保育法内底是规定讲，破坏珊瑚的话，会当判5档以下有期徒，上济会当罚100万。伫咧海底的珊瑚、护栏顶、露营的营顶，现场总共发现4支钉仔，每一支拢有15公分长，互民众看了真唔甘。南方澳豆腐兼海蟹有真侪珊瑚礁，真侪爱唱水的游客拢会来遮唱水。不过最近有人发现珊瑚礁顶头、护栏顶、露营的营顶，互珊瑚破空，看了真受气。把相片放伫咧网络顶要找凶手，大家拢讲钉钉仔的人真恶质。最重要还是要培养大家的公德心。因为毕竟就是珊瑚，它就会长在那边，那就是它的家嘛。就是我们自己在自己家，然后被这样糟蹋的话，都不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被对待的方式啦。豆腐业伫南方澳渔港东边，本来是国有财产所伫咧管，2016年由宜兰县政府代管，水系内面有爆花，所以海面真平静，真侪人伫咧遮耍海上活动。豆腐兼海蟹是宜兰除了九城以外，另外一个有珊瑚礁分布的海蟹。那如果是保育类的话，这个部分涉及到刑责，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我们的罚金的部分，最高也可以罚到100万元。县府讲，珊瑚是自然界动物，民众若是破坏、伤害保育类的珊瑚，会当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上悬100万的罚金。希望民众伫咧进行海上活动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唔通去破坏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观音有一间卖二手废水处理设备的环保公司，互指控讲偷排废水去污染到附近的农作物，嘛造成一张8吨的青蛙特别死咯。环保局接到检举，去检验因排出的废水拢是强酸性的，嘛以违反水污染防治法来处罚。这丛老青蛙树的叶仔黄去了，落甲规涂骹。桃园观音区有民众定情讲，成功一路间保障二路附近有废水污染，造成一丛100年的老青蛙树强要死去，也污染农残。附近民众种的菜拢打点去，要求业者爱赔偿损失。附近的居民担心的是这些强酸，污染到土壤之后，未来这个土壤能不能再耕种？那耕种之后，这个菜能不能吃啊？李长讲，工厂连续排出大量不明的强酸，搁落入去附近灌溉水的沟下，顶一边直接甲厂方反映，这边因又搁排出，才向环保局定情。检查人员检测了发现，废水的 pH 达0.5，算强酸。顺线追查，查出排放废水的凶手是附近的环保公司，影响范围是20公尺。查获造成污染的公司是从事2手废水处理设备买卖。疑似收受含有 pH 小于2的强酸废水之设备，因不慎破损，造成废水流出后污染道路侧沟。业者讲是操作不当，造成厂内广线接头闭气，设备内面的废水才会流出来。环保局讲违规的事实正明确，已经依照违反水污法第30条的规定处罚，相关会当罚300万，并且限期清理。目前用机器对周边附近的土壤做过检测，土壤的重金属拢无异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市公所为着要修理2月初大电动受到损害的金华桥，要用1000万的预算来补强嘛要增加暗时的光线。也毋过因为附近有保育类的动物一种夜婆，所以公所决定要来取消有变化的七彩灯光要来保留一般的照明就好。这是花莲市的美仑溪出海口，金华桥是不少民众散步休闲的所在。也毋过，这也是台湾夫妇密布的炭西地。一听讲，这座桥伫暗时被打造七彩光雕，民众的看法无同。因为它原本的钢构也都已经锈蚀，所以我们提报了这样一个金华桥的整件，有思考过
想将它打造一个就是七彩的一个夜间光雕。这一个桥的灯会不会影响这附近的湖泊？应该是要具有一个科学的论据，论证说它的亮度到多少是还合理。公所表示，彰化桥伫0206地动了后，结果受损，得到中央900万、县府100万补助修缮。关设计暗时七彩光雕的部分目前已经取消，希望打造密布的优先城市。光雕的部分取消，那但是还是要顾及到安全性。那所以我们保留温暖色系的一个灯光。那你希望说未来某一些工程里面都能够配合当地的物种做相关的施工。县府农业处表示，台湾虎符是一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属于极度濒危等级，目前全国数量掠算无到200只，其中花莲市都有大约52只，占全国总数1/4。伤济公害确实会干扰生物，也希望民众经过这个所在看到虎符，应该避免打扰。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处理学校营养午餐的喷林拿来乡的延民国中的学生因发明一台处理喷的机器，用笋糖去食喷产生有机肥料。这项发明嘛得到全国环境教育实作比赛的第3名。咱做伙来看学生囡仔的创意。看学生把这支粗夹夹的管仔放伫喷仔内底，这是有啥物作用呢？原来这是芬林拿来乡延民国中的学生发明的处理喷的机器。这台机器佫会使捞出有机肥料来压肥。一开始比较怕那个水虻，然后后来就是经过观察，然后就觉得说，其实它也挺可爱，它可以为我们做那么多事情。一开始制作厨余槽，底下有打洞，想说一开始方便让厨余一直也流到菜叶根部，让菜叶吸收。但是我没有想到土壤它们会发酵，然后呢水虻也会从底下跑下去，所以我们修改后改成厨余槽底下没有打洞。并且我们用挤压头抽取我们厨余。逐天看到中岛长春遮侪喷，延民国中的学生想要解决问题，和老师同齐想出会当利用笋糖去食喷，分解出有机肥料，做出一台喷的机器。这项作品也互因摕到全国环境教育实作竞赛的第3名，得到了很多的就是赞赏跟回报哈。那学生也很高兴的去接受这样子的荣耀了哈。在学校已经有9组在进行我们的那个厨余减量，然后未来我们可以把它推广到家庭跟社区。这台机器一日会使处理5公斤的喷，学校也有其他班级来使用。发明的师生也讲，望这台机器会当推撒去社区，让民众减少喷的量。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南投县的消防局，最近专工帮消防人员安排新型的体能训练，包括跳远、还有举直力等训练，望讲会当加强消防员的协调性、紧摆耐受程度，嘛保护因伫救灾的过程会当减少伤害。消防员的工课会当讲是包山包海，毋但爱拍火，还有救护、水hệ、甲山hệ的搜救行动，甚至是洪灾、甲地震等等各种灾害人命的搜救。面对各项的勤务，消防员毋但爱利用时间来操体能，搁爱营养无共救灾的项目，做无共款的训练。灾害现场的救人啊，还有救护的搬运患者，这都非常需要肌力跟体能的。那肌力的部分就是防止消防人员受伤，因为现在基本上，如果你只要有一个受伤的话，那对消防勤务的影响是很严重的。考虑演过体能训练，已经无符合消防人员执行勤务的需要，县府消防局配合中央的政策，做新型的体能训练。请教官来甲消防人员指导甲讲解，加强救灾甲救护爱有的能力，内容包括跳远、来回走、甲野球练等等7个项目。要求后抛的部分，那它是利用全身性的力量往后去抛掷，那也可以训练我们身体的协调性。肌力体能的训练之后，就是加强核心肌群、腹肌跟背肌的力量，那就使我在生活上，就日常生活就比较不会平常就什么一个姿势就容易闪到腰或是腰酸背痛。县府表示，这届有300多个消防人员参加测验，希望透过这届的训练，让消防员伫咧第一线面对无共救护甲救灾情形，会当有好的体能来应应各种的状况，进一步保障人民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营的正声广播电台大股东是汉儒佮华儒这2个基金会过去拢是军方的经费来成立的。国防部最近是要求讲，这2个基金会修法来承认讲，因是政府关注成立的，
也毋过汉儒基金会向国防部回应表示讲，因无法度照办哦。军方是强调讲，徛伫维护国家财产的立场，必要的时，因会提出告诉。红白色的铁塔伫台北市博爱地区的重庆南路顶悬，离总统府无到300公尺。这是正成广播电台发射设备。正成电台伫1950年由军情局甲民间人士做伙出钱，伫咧军情局附近的树林芝山岩地区成立，负责部分的情报工作。军方后来甲股权捐予军方成立的汉儒甲华儒基金会，即马国防部要求这2个基金会要修改章程，承认是政府捐助成立。不过汉儒基金会回应讲无法度照办，军方按说要提告讨回所有权。依据财团法人法的相关规定，汉儒跟华儒基金会应该属于政府全额捐助的财团法人，自然要依照这个规定来修改捐助章程，依照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等规范运作，才符合法律的规定。到这个为止，汉儒基金会也无做出回应，把时间调转去淡水边政府时期，讲电话修法，互党政军退出媒体。迄当阵的军情局局长沈世杰决定另外成立汉儒基金会，来处理军方有正成电台股权的问题。后来阁另外成立华儒基金会，甲汉儒的股份分散。立委拢支持政府要对国家的资产有一定的掌握能力，毋过敢要提告有无共的看法？我觉得国防部跟基金会这边都不必过于坚持。我觉得基金会不必回避这个问题，转型成一个有政府参与、能够决策的这个基金会，取信于民众嘛。国防部表示，会继续跟汉儒、华儒基金会进一步敲切所有权权属重点，来维护国家的资产。不过，若是有必要，嘛只好依法采取相关的法律作为。记者综合报道。咱讲狗仔是咱人上好的朋友哦。台湾有一个狗仔教育训练协会，用个训练工作狗来帮助身心障碍者的生活。最近嘛带这个狗仔去陪伴失智的老大人，效果是袂歹。温顺佮古锥的狗仔，乖乖啊，互人摸头。即寡长辈嘛感觉真心息。这是伫咧台南市南区的夏东陆地学堂。台湾狗仔教育训练协会带一寡辅助工作犬来这陪伴老大人，是带着我们的自闭症工作犬的使用者冠月，一起来夏东这边，就是服务失智的长辈们。人讲心腹犬的工作犬，毋是为着要救灾，嘛毋是要去海关查验，是为着要辅助身心障碍者维持情绪甲身体状况稳定。亲像这位自闭症的患者吴冠岳，嘛因为有工作犬伫伊紧张惊吓的时阵，来甲伊安踏，互伊放轻松。即摆伊嘛会当带狗仔做回来和即寡老大人互动，可以让我放松心情。对，像如果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不想摸摸它，或者是让它坐床上跟我一起睡觉。2个人一起生活其实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冠月因为自闭症工作犬而开始独立，开始可以回馈社会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借由它的力量，然后呢，让更多自闭症的朋友知道说，不是只有被帮助而已，我们今天是有机会可以帮助人的。台湾狗仔教育训练协会透过和失智据点合作，毋但互老大人同齐甲古锥的工作犬算甲喙笑目笑，心情放轻松，嘛互身心障碍者会当翻头来做公益，为社会贡献。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新竹市的动物园哦，5月份有3只水猪仔囝出世，目前动物园是咧帮水猪仔妈妈做月来，按算讲8月底水猪仔囝就会当甲民众见面咯。水猪仔囝对伫妈妈身躯边，看起来有够古锥。新竹动物园5月有3只水猪仔囝出世，体重对1300公克到1400多公克左右。水猪大汉了后，身长有107至134公分，是世界上体型上大的热气类动物。非常健康，然后现在都跟着爸爸妈妈，然后他们现在目前喝奶已经经过1个礼拜再可以吃点简单的草。然后所以还是以妈妈的母奶为主，那大概预期是8月中会断奶，然后8月底的时候应该就会跟民众见面了。新竹另外一间野生动物园也传来好消息，最近是新增加12只水猪，已经开放给民众参观。因为它们是属于生性比较胆小的动物，那所以你在跟它互动的时候呢，就尽量就是要动作放慢放轻，并且降低自己的姿态，然后跟它们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那它会觉得说，你们好像大家就是蛮亲，彼此比较亲近的感觉。
水底上特别的所在，就是前后骹的骹枕头啊无共款，前骹有4支，后骹干那3支。民众后摆若是有机会看到，会使可以好啊看真照。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台文作家郑顺聪最近出版一本台语新花开，用台文来消解食穿交通、有天气等生活上真侪台语的用词哦，是学台语入门真实用的一本册。花季讲洗澡，台语讲洗身躯，啊那刷牙是要安怎讲？真侪台语袂晓的人，一寡生活日常嘛毋知影要安怎讲起。作家郑顺聪最近出一本台语新花开，用写日记的方式，带初学者做伙洗这间台语的百货公司。你洗过程会当学到做侪语言，若是学语言，佫学到做侪食食。穿的，也是讲人，甚至台语做一心理的迄种事嘛，做侪，安尼来遮就做欢喜的。郑顺聪表示，伊特别对食清用等方面来切入，互读者通伫册内底来认捌，像穿衫、食饭，伫无同的情景，甚至是无同的口口，讲起来有啥物差别？你来洗包的公司啊吼，做侪人拢是要来买水衫，所以就是讲买衫裤。啊，人讲台语有讲穿插，穿插就是咱的服饰穿着。啊，有的人较重青，所以啊，这个重青就是爱写爱做讲究的，做要求的。郑顺聪表示，台语新花开，算是伊透过家己的生活，带大家来熟悉日常的台语字词，甚至是歌来语，希望读者读了后，毋来当入门，搁通讲了趣味，搁活用。记者陈嘉文、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咱这回来看越南有一座长632公尺的北陵大桥，最近正式启用哦。这是全世界上长的玻璃吊桥。另外，伫中澳的一桥天空之桥，全长是721公尺，这嘛正做全世界上长的人行吊桥。两边的桥墩尖尖，规条桥拢是白色的，横跨伫咧两座山壁之间，伫空中看正壮观。伫越南首都河内西北边山路关内的北梁大桥，5月底正式启用，连接两座大山的北梁桥，长632公尺，超过广东清远青天大桥526公尺的纪录，将做全世界上长的玻璃吊桥。去这条桥的建造商讲，桥身用3层强化玻璃，每一层4公分高，会让同时有450个人徛起嚟。桥面拢是透明玻璃，定伫150公尺高的天顶。但爱有够在，有人拢无伫咧惊，还佫敲破石伫咧翕相，要人行几步啊了发现，嘛敢若无偌恐怖。tay nó kiểu nó cứ bùn rủn không dám nhìn thật。越南的疫情有较降落，3月已经开始放零外国旅客入境的限制，政府希望北梁大桥会当带动当地旅游业复苏。伊若伫中澳的捷克、圣莫拉瓦山林游乐区开2年起的天空之桥721，也伫5月时阵启用，长721公尺，也打破葡萄牙阿罗卡516吊桥的纪录，成做全世界上长的人行的吊橋。Sky Bridge byla vlastně cesta, jak přinést něco neobvyklého, jedinečného. A vlastně most svým způsobem nabízí adrenalinový zážitek, který vlastně v České republice jinde nenajdete. 吊桥起的所在，海拔已经有1100多公尺，桥又搁吊伫咧离地面95公尺的半空中。桥面的宽度只敢若会让一个人行过啊尔，所以若要行这座吊桥自头行到尾，胆一定要有够在。公司新闻金远庆编译。因为粮食欠缺，佮加上注重环保哦，食食的新形态嘛出现变化。咱来看西班牙即前举办未来世界的食品展览幕，唔那展示未来食食的趋势，佮有未来灶卡自动化的科技，新的展示哦，是真有意思，咱做伙来看卖。伫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常常看到的点心拼凑，是用碎片的法国面包，顶头放草橄榄、番茄、哈姆、咸鱼。要替明日世界设计健康配方，则嘛总部西甲下骹的胖改做树脂，伊的当然碳水化合物，较袂互低消化度的酵素分解，会当直接到结肠，帮助肠癌益菌生长。国加洛梨、芦笋、纤维真有够。另外，这素食健康主义的热狗堡，热狗的材料是蘑菇真菌2倍。
头毛豆酱是西瓜做的，芥末是德国生产国家发酵的西瓜皮，主要是因为现代人饮食无平均，要平衡蛋白质甲蔬菜量。伫西班牙毕尔包举行的这场未来世界食品展 ，BCC 也个展示智慧菜单，使用的人先看一个样貌，电脑会根据使用者对倒一个项目看上久、上有兴趣，分析消费者的介意甲需求。菜单分做3种形态。第一种只干那菜名甲介绍，第二种国家营养分析，第三种国家你讲伊的口味甲食起来感觉。研究资讯也愈多，是毋是改变你想要食啥的决定？Is technology incorporation to restaurant is going to happen sooner or later. We are testing this in a living lab kind of restaurant. Put it on Instagram. People already know when they book a table that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so they are more friendly. 未来自然资源有限，减少喷甲浪费是真重要。澳洲每年差不多食60万吨的钾，所出的钾壳若换做粉，国家其他原料该拿做果果，就变做新的做肥仔的原料。用3D 列印，会当做出正水的碗盘。这么国际原物料介绍一直起，所以大家拢伫咧想办法，甲外地的废料互伊产生价值。像人类定定用过就单调的塑胶包装、鸡卵壳，甚至是陶瓦的纸，拢会当摕来再利用。严正讲，浪费的问题无应该存在，那无就是咱人类的文明欠缺创造力。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下晡半的天气，咱就看管区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6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